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进前的境外病例有一个70多岁英国查甫人是去染着英国的变种病毒，现也已经死亡了。政府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今年8月会甲药囝津贴提悬到3500块，明年8月会纠悬到5000块。伫彰化县有一个查某校长，因为食酒了后，伫学校内面乱去互职员检举，教育处也当咧讨论讲，敢通继续做校长。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印尼甲美国入来的。另外，也有一个死亡病例，就是进前入境70多岁英国查甫人，伊本身是去染着英国的变种病毒，而且伊本身也有心血管的疾病，虽然有甲伊抢救，不过也是救无回来。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一个死亡病例，第799例是英国籍70多岁男性，本身有心血管的病史。去年12月18来台湾探亲，居家检疫期间发病，入医了后病况变严重，查公了后送去加护病房，后来使用叶克膜来治疗。后续因为个案出现器官衰竭、肺部出血、发烧，还有细菌合并霾菌感染等等的状况，也是不幸伫咧车上过身，将做国内第9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也是台湾头一个感染英国变种病毒株的死亡个案。临床上的判定可能是跟他这个新冠造成的凝血功能有引起的一些状况有相关。确实我们过去没有看到像这个个案这么明显的肺部出血。指挥中心表示，这个死亡个案的年岁真大，又有慢性疾病，是当前的高风险族群，无法度对单一个案来研判讲个案死亡，但是甲变种病毒株有关系。若是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湾5例感染英国变种病毒株的个案当中，1个死亡，其他都是轻症，3个人出院。那这5案目前是除了今天这例是死亡之外，有3例已经出院，在1月下旬就都出院了，还剩下1例因为这个仍然病毒检验是阳性哈，所以还在住院中。不过这例是一个轻症的病例。到底台湾当时才会当摕到新冠疫苗？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主导的疫苗全球处理机制 COVAX 公布头一波新冠疫苗的配送名单，虽讲台湾无伫咧名单内底，不过陈时中强调讲，台湾甲 COVAX 有合约，应该会当分配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疫苗问题，真有好消息咯！指挥中心进前甲 COVAX 注本的476万吨的疫苗，今下晡宣布讲 COVAX 头一批的配送名单有甲台湾列在内，会含5个到8个非联合国的会员，做回来分配大约是130万吨的疫苗。有130万剂的 AD 的疫苗，那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国跟其他非联合国会员的获配的一个数量。那世界卫生组织在核准这个 AD 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后，它将会陆续通知各国实际获配的数量跟配送的时程。那指挥中心会针对这个疫苗积极跟 COVAX 联系运送、报关等相关事宜。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核准疫苗的紧急授权使用了后，会开始通知各国，会当摕到外籍疫苗加配送的时间。指挥中心已经针对着这批疫苗，当日加 COVAX 直接运送加报关的事项。讲到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今仔日是第2天。透早虽有医护人员甲外包厂商进行采检，到中昼的时阵，已经有1614人完成采检，目前是有919人是采检阴性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桃园病院目前是也未完全结束，不过清零计划到今是进行甲真顺利，目前拢无增加个案。病院内底的员工甲外包人员拢有挂喙罨，嘛保持社交距离排队，等要做核酸检测。埔里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采检进入第2天。截至中午为止，我们的 PCR 已经验了1614，抽血的也到了493，大概都是70几%了哈。那应该蛮符合进度的。那我们还是预期会做到明天中午为止，把这个5个梯次做完。王必胜表示，到目前为止，有919个人采检结果是阴性，其他采检的结果会豆豆出来。后礼拜四就是为落暝，上班敢若剩2-3天，无啥可能伫过年有真大的变化。若是这段期间拢无阁新增加确诊的个案，
等过年了后，会甲重新启动暴力桃园病院的计划提出来，予指挥中心审核。顶一日指挥官陈时中捌讲，2月初4是暴力桃园病院关注事件的关键期，加上桃园病院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加的病例，敢是代表关注的危机已经转好。那我们设定是2月4号，这是一个观察点。那一切到目前来讲都算顺利。那也之所以大家都是会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这样的可能的风险尽可能的降低来，医院要正常的运作，来全部的运作。我们希望到过年后，才来启动。陈时中表示，这个暴力桃园病院事件，计24天的拢总有4283个人，其中病院接触者是21个人，社区接触者是845个人。回溯追踪1月初6到19，为暴力桃园病院出院的患者，还有陪病的人有3417个人。目前这个事件已经看到豆豆车落的趋势，清零计划采检嘛真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查甫民众，正月26对中国回来，居家检疫一段期间内，伊的查甫朋友捌去找伊过暝2届，想袂到这个查甫人竟然是一位医生。咱拢知影讲，医生一个人是爱对症人，着人伫咧烦恼讲安尼会造成防疫空棚。台中市卫生局除了甲这个查甫民众罚20万以外，也甲伊送到集中检疫所去检疫。台中市卫生局经济区公所的访查发现，有一名女性，顶个月26为中国返来台湾了后，伫徛家居家检疫期间，连续2天互查甫朋友过暝，依法罚20万。不过，即马传出，这名查甫朋友是医生。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探视者无法通罚，不过，这名女性会送到集中检疫所。这个医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在第一时间我们有请他采检是阴性，那也停止上班。好，那目前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那的确，这个居家检疫的民众有说，这个男性友人有进到他家里面帮他打扫，那这样就已经构成违反1人1户的要件。女性的这个居家检疫者，我们会把他送到集中检疫所，来集中检疫。那这位友人的话，他在1月30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来这个隔离起来了，没有再接触到其他的人。台中市卫生局指出，这名女性的查甫朋友已经暂停上班，目前1采阴性，自主管理7天期满会做2采，同款阴性才能恢复上班。因为这查甫朋友是医生，台中市医界认为安尼行为确实无妥当。如果会员的这种行为，我们医师公会是认为是不应该、不该、不当、不宜。卫生局是不是要对他的行踪来做一个公布？我个人当然是认为是一个大方向是这样是比较好，让大家有所警惕。民众听到也拢惊一条，因为医师是专业人士，应该知影相关法定的规定，说地法犯法做出安尼代志，烦恼正做防疫的空棚。你是医师，你是更有专业，你更加不可以说你的女朋友叫你去陪伴她，你就过去。台中市政府也针对这医生工作所在做消毒。台中市长罗秀贤也在初3的防疫会议上表示，这女性甲查甫朋友拒检佮违反规定，可恶至极，也呼吁市民爱遵守防疫规范，避免加做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正前有提出讲，对出世到6岁国家做回来市的政策。行政院今仔宣布讲，出世到6岁要囝津贴，对今年8月开始，甲2500块调整到3500块，每年8月也会增加到5000块。那安尼生，甚至顾囡仔的幼儿园津贴也会增加。今天要跟国人同胞报告好消息，现在领育儿津贴，津贴是2500元。那在今年的8月就会到3500元，明年的8月就可以调高到5000元。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期间，捌提出0到6岁国家斗阵市政策。行政院初时表示，今年8月初1开始，幼儿津贴增加1000块，每个月提升做3500块；明年8月初1开始到5000块。0岁到2岁托育补助部分也增加。2岁到6岁幼儿读公共化加准公共幼儿园费用应减少。第2梯、第3梯补助也增加，希望拯救少子化危机。新的政策之后会提前到第2胎，也就是第2胎就可以加码1000块，第3胎再加码1000。
啊，不过对政府的补助，家长普遍认为家庭负担是囡仔基本开销，而且增加生育率的诱因依然无悬。是不无小补，但是其实你看那个金额，其实还是差不多，只能帮到一点点啊。可是说你说因为这个政策而想要再生，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1个月的学费就已经快9000，还没有加额外的，然后1学期的注册费2万多块。民间团体指出，补助政策让上述一位家长用领加倍用地津贴，啊，不过用地业者恐惊起价，无法度减轻家长负担。现在家长其实到了每年的5月，都还是会面临抽公共化幼儿园抽不到的窘境，所以其实还是要鼓励政府，以及要呼吁政府要扩大公共化的幼儿园服务。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大量招募认定，加速扩大公共化幼儿园服务，达到113年3000班的目标，这样让农历上班的父母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凤山发生一桩查某囡仔去互证人霸凌案件，甚至霸凌的过程佫去互录影放伫咧网络顶头流传。即阵囡仔毋若共破饮料，甚至佫甲人扇嘴皮，即款无惊半人的行为也引起网友的愤怒。目前高雄市警察局的少年队也已经找到即阵加害者，也依照着伤害、公然侮辱、恐吓等罪进行侦办。小路看起来真不高，徛伫咧高雄凤山妇幼馆的壁边，边啊围几个人，有的人甲伊扇嘴皮，有人甲伊泼饮料。这件集体霸凌事件发生伫咧中国的日子，影片车杀暗时伫咧网络抛出来了后，毋但网友真生气，高雄市长陈其迈表明下令调查。那么触犯刑法的伤害罪、恐吓罪以及公然侮辱罪，那全案会依照这个相关的罪来移送我们少家法院来审理。那另外成年的部分移送这个高雄地检署来侦办。少年队掌握到4个查甫、5个查某霸凌者的身份，除了一个19岁生的查甫人成年，其他的人甲被害者拢是未成年，那就是被害小女甲其中一个人有财务纠纷，调解无成才来动手。他们都有校规，也会做一些处理，家长也特别提告，那我们也会协助受害学生来做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追究。教育局表示，中国的2日有接到校安通报，啊，毋过迄当阵学校通报是一般的小拍，可能是因为休馆的期间学校要查证较无简单，会来检讨甲督导学校。真相出来以后，他要依照很多法规的程序处理很多的环节，一个过程的走，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增加很多工作。所以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学校会淡化或者是不通报，教育局常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我们并不意外。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需要大力整顿。基金会认为讲，受害学生是特殊生，较会去用当作是欺负的目标，呼吁学校应该建立友善环境，由老师来带动，而且提升学生良善的方面，互学生会当理解，还有欣赏甲家己无共款的人，都根本来预防学校霸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某一间国中的查某校长，伫校庆当天，伊是食酒食甲醉茫茫，搁伫咧学校内面乱嬉吓叫，着学校的职员甲伊翕落来了后，向彰化县教育处检举。这位校长代志爆出了后，也出外界来回实地。教育处表示讲，除了会经过科技委员会以外，也会来讨论讲，伊敢适合通来继续做校长。罗校长啉甲醉茫茫，已经无法度家己坐好，规个倒伫咧涂骹，啊，毋过伊的情绪真激动。那其实他在外面的风评，就是他是很爱喝酒的，在很多场合都有其他的家长看过。彰化这间国中的女校长去互校内人事指控，顶学期2届伫咧上班时间应酬，即届若像伫咧校庆运动会当天出外食饭啉酒，啊，毋过若像啉伤济，倒来学校了后去住校无法度做工课，啊，若是即个校长事尾嘛出面来回实咧，承认无妥当。社会跟下一代做这样子的不良示范，然后其实不应该喝酒。无人甲逼讲叫伊啉啦，啊，伊讲在场的我讲，赌鞋嘛伫遐啦。迄当阵嘛，伫咧聚会食饭现场的情形就是指出，女校长是要感谢别人来协助办校庆，主动来敬酒致意，毋是去互大家灌酒。彰化县教育处表示，确实接到影片甲相片的检举，认为讲行为确实无妥当，已经启动调查。因为他个人的酒后失态影响校誉，所以我们会请我们校长考绩委员会惩处。系啊，无讲介好嘛，无讲介歹啦。学校有交陪来讲吼，对家学校经费啥很也比较有那个利益啦。
彰化县教育处表示，目前这校长嘛已经调回来府内，后礼拜召开考级委员会，确定讲要安怎处罚，由候任校长来兼代校务。另外，卖送到校长遴选委员会讨论讲，敢是抑阁适任校长。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2021台北国际动漫节，今仔日是开始咯。受到疫情影响，会场入场会加强防疫措施，入场就要留名姓、联络资料、消毒，也搁要磅体温。会场内面上济只有6000人，虽然有受到疫情的管控，不过现场也是甜满满。2021台北国际动漫节2月7日照时间开幕，第一天就非常多人，不过因应新冠肺炎，进场进前要加强防疫。这边确定体温拢伫标准范围，超过37度半就禁止入场。双手酒精消毒、挂嘴安，也搁爱徛名字登记。动漫迷唔惊疫情到场收听，原来因也是真谢意。就是戴好口罩吧，然后就是记得消毒，像我身上也有带酒精这样子。因为大家都有做好，然后口罩都戴好的，因为没有人拿下来大家也会怕。部分出版社厂商也加入防疫消毒，维持安全距离，控管人流。厂商表示，虽然主办单位已经有防疫措施，都惊有到高去。因为大会这边虽然已经有一些防疫的措施，那毕竟还是怕会有什么万一，大家可能摸来摸去也不知道可能会摸到些什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我们其实已经做了超前部署，你看，连社交距离都拉出来了，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拄着疫情，包含动力尖端等出版社、动画代理商拢取消参加。对外界质疑，动漫展照常举办，恐惊正做防疫空棚。主办单位表示，除了加强基本的防疫工作，会场袂当食物件禁止摆列，人数限制为9000人，调整做6000人。有信心绝对袂互博版的动漫节出现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进前，台南东山碧贤寺的观音佛祖正二马，落登到关仔岭碧芬寺过年。这个东山迎佛祖的活动也已经是国家级的重要民俗资产咯。今年却因为疫情关系，仪式无取消，不过规模缩小，规路拢爱挂嘴安。参加的人员敢若是庙方的人员而已，信徒是袂当随行的。要到中昼的时阵，东山碧贤寺的二马由正人铺咧来入去碧河火山碧芬寺，真侪民众嘛入去庙里参拜。今年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东山迎妈祖的活动拢吸引正万的信众来。不过今年拄着新冠肺炎的疫情，敢会当甲规模变小。整体啦，你若来你若来含参香的人介济哦，绝对危险会出来啊！所以。大家小委屈一下。我讲佛祖嘛，做慈悲，希望讲哦，这个疫情赶紧化开，哦，咱大家哦，讲平安。民俗活动照常办，不过因应防疫的需要，东山碧贤寺甲火山碧芬寺协调活动无公开，有2间庙内部的工作人员3庄5个甲头所属的间庙来参加，总人数超200人，穿统一的服装，规个过程是挂嘴暗来行古道。2桥卡庙外随香全部拢取消，而且警方嘛规个过程拢伫咧改变。简单哦，简化2桥卡甲随香拢停困。有请他们要做好各项的一个防疫措施，比如说实名制，那全程戴口罩，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则上，4、5是全力宣导取消或延后来办理。那如果说没有取消的话，原则我们也会请他们缩小规模。东山碧贤寺迎妈祖的活动起源是对1844年关仔岭碧芬寺去互烧掉，观音佛像去回香送去东山来建立碧贤寺。了后，第年旧历12月23，碧贤寺的观音佛祖来爱登去火山碧芬寺来过年，正月初10才搁登去碧贤寺。这项活动嘛去互列做固定民俗。即马拄好是疫情的期间，台南市民政局嘛呼吁庙内的活动取消还是延期。若是无法度卖办，嘛提醒民众爱保持适当的防疫社交距离，来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县政府甲特生中心有合作，互农民甲石虎会当和平共存。只要是农民伫咧这种农地当中无除药啊啦，无适合子，就会当得到一寡奖励金。今年执行是到第3年，参加的农友是增加30倍，发出去的奖励金是要到600万。农友也讲，友善石虎的种植方式，颠倒互农作物更加有法度对抗极端的气候变化。红外线的摄影机真清楚翕到石虎伫果子园内底找食的。农民表示，参加友善石虎农地生态系服务给付，1公顷补贴2万块。虽然付出的心血也有金钱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不过坚持3年落来，发现友善石虎的拍拼，会伫农作物的成长看到效果。工人除草的话，可能1年用除的话，可能要除个5、6次。像一般农官法这样子用之后，它那个相对的裂果会减少了蛮多的。有饲鸡甲饲鹅的业者，3年来至少互偷掠15只去。按监视器了后，发现讲偷掠鸡的贼仔竟然是石虎，所以伊嘛加入南投县府石虎入侵的通报，还有监测。监视器装了的时阵，才发现到讲吼，伊算讲做吼，去石虎只发现到，这袂堪你来抓你了，石虎袂堪你抓你。南投县农业处配合着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针对中寮集集的农地还有社区，进行友善石虎农地生态系服务给付，甲社区自主参与车地医护奖励。今年执行第3年，参加的农民打开始敢若有10多人，到达已经有360多人，摕发的奖励金已经要600万。总共大概发了大概600万。这新台币的补偿金啊，那个友善的耕作方式的话，抗病虫害性，或者是在现在的气候变迁的状态下，他们也比较能够承受这样的负面的影响。南投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友善石虎农地面积已经有190公顷，无使用除草剂、投动物的药啊，嘛无掠动物的含剂，还有叶啊，符合农药安全的规范，也还有实际生产。也若社区自主参与车地医护的部分，嘛有9个乡镇市。希望分享成功的经验，减少石虎甲人类经济活动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中国新疆的再教育营正是逼出草大虐待案件。英国媒体 BBC 有访问到对新疆逃走出来的拘留者，讲因伫咧营区内面常常发生互人草大虐待的事件，目的就是要毁害每一人的心神。中国外交部也骂讲，这个受访者根本就是伫咧乱讲话。另外，伫咧美国就有参议员认为讲，中国对新疆、香港的迫害以及着威胁台湾的行为，就爱提及取消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的主办权。中国新疆在教育营关于维吾尔人甲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争议真多。英国媒体 BBC 报道，拘留营的妇女常常互人性虐待甲酷刑折磨，其中一个42岁的妇女是受害者，目估近9个月。伊表示，逐暗拢有女性被带出牢房，互人性侵。中国是要摧毁每一个人精神，要其他拘留者营区收回，正视这代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拢否认，佮指控受访的民众是演员，散播不实信息。不过是一个散布不实消息的演员，我们也希望呢，有关的媒体能够正视事实，停止传播这种涉疆问题的没有依据的抹黑、诋毁中国的言行。王文斌表示，新疆从来无再教育营。不过，美国国务院关心这代志，认定中国犯违反人道罪，加种族灭绝、违背良知，一定会承受严重后果。呼吁中国允准国际监督机构做独立调查。美国要参议员提案要求取消北京2022冬季奥运主办权。声明讲，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种族灭绝、限制香港人权、威胁台湾，应该由尊重人权的国家举办。We're not currently talking about changing our posture or our plans as it relates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We consult, of course, closely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t all levels to define our common concerns and establish a shared approach. 180个维权团体联名发表公开批，呼吁各国领袖唔通互中国就奥运重大侵犯人权。不过，并无动摇美方态度。拜登政府跟他表示，烦恼相关议题，不过目前无计划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运。记者综合报道。
200万名香港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因做伙行向街头，这做有史以来上界大规模的抗议之一。美国有9位无共款党派机关做伙写批予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提名这项民主运动，也希望会当拼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过香港政府却是索安，那要求因的区机关爱依法宣誓对中国香港的效忠。咱台湾的陆委会也呼吁中国就爱对香港实现一国两制制度，袂当搁再打压人民所选择的机关咯。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运动，200万的香港人行去街路，成做历史上上大规模的抗议之一。美国9个下党派的议员送函予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提名这个民主运动，希望会当入选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人讲是香港民主之父的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挪威保守党的议员嘛，甲提名。这个唔係港人治港，係共產黨治港。無論是反對香港版的國安法，也是號召香港民主運動，李柱銘攏參加有條。去用提名的理由之一，是肯定伊會當鼓舞香港的民主運動。不過香港政府卻是顛倒扁，佮使用有限的手段，以愛港者治港為目標，要求公職人員，包括區議員，都要依法宣誓效忠。指定嘅公職人員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體現愛國愛港者治港嘅天經地義。特區政府認為區議員理應屬於需依法宣誓嘅公職人員，因此會喺呢一次嘅修訂法例中落實區議員需宣誓嘅要求同埋相關嘅安排。香港政府各用手段壓制無共款嘅聲音，因為陸委會是以中國乜講對香港一國兩制嘅講法。要求中國愛落實承諾。中共既然宣稱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應該尊重民意，確實落實對香港的承諾，不要再以政治的理由打壓民選議員。香港自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人除了選擇徙來台灣大，嘛有人走去英國。香港政府配合中國中央政府的反制措施，外國升至英國 BNO 護照是有效的旅遊證件，或者是身份的證明。林鄭月娥在人面前發文批評英國政府違背承諾，以政治包裝，實際上是為了經濟目的。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緬甸的領導人昂山素季去互政變了後，軍政府掠走。不過警方鎖查到昂山素季有10支的對講機，也有其他的通訊設備，違反到進出口法，對伊正式起訴，裁定甲伊關到2月15。緬甸的政變也引起民眾不滿，那安尼生連伊護政權也要用來罷工來支持。國際上也是繼續在呼籲軍政府趕緊甲人放出來。緬甸初一發生軍事政變，軍方以選舉不公為理由，逮捕實際的領導人昂山素季，也有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幾個高層。警方的文件顯示，因為在昂山素季因兜查到至少10支對講機，也有其他的通訊裝置是屬於非法進口。當局以這個理由，車車甲以違反進出口法正式起訴，法庭已經裁定甲羈押2禮拜到2月15。軍事政變引起民眾的不滿，發起緬甸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在半暝持喇叭或者是卡碗發出聲音，表達因的抗議。係咪？即馬打都沒有，唔會ဖြစ်事情。即馬每個人掉嚟ဖြစ်情嘅，那人打講掉嚟ဖြစ်情嘅。有時候我哋掉嚟ဖြစ်情埋，အခုလိုလုပ်တဲ့ဆိုတာ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မှာလေအများပြည်သူတွေအကုန်လုံးကျမတို့ပြောပြထားတယ်။ပြည်သူတွေအကုန်လုံးကလည်းထောက်ခံတယ်。以護人員嘛加入抗議，像1988年爭取民主運動時陣的主題曲，嘛有以護人員佇行程甲紅絲仔帶離開飛機陣的工課，表達家己袂替軍事政變的政府來服務。We'll continue to call for her immediate release, for the president's immediate release, and all other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by the military in the last few days. 國際社會持續譴責緬甸政變，聯合國發言人呼籲軍方都要隨甲昂山素季放出來。因警告講，甲昂山素季起訴是傷害緬甸法治也有民主的進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這個時陣上界重要的是繼續支持緬甸的人民，而且會擬定政策對政變的人士追究責任。公視新聞林浩如編譯。
日本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初三伫临时会议讲出无尊重女性的话。伊讲，伫咧理事会当中，女性的成员若准较济，开会就会切着时间。这款言论也引起众人批评。不过，森喜朗今仔日表示讲，针对着讲唔着话，伊来回实咧。不过，伊未落台。为门口行入来，日本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就甲喙暗卡掉，表示已经知影伊伫会议内底发言违反着奥运甲拍运的精神，是无适当的发言，马向大众回示咧。まず深く反省をしております。そして、発言をいたしました件につきましては撤回をしたい。それから不愉快な思いをされた皆様には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たい。森喜朗无适当发言发生伫初三，东京组委会召开临时评议会，对今年6月改组人数，5万女性理事成员爱达到40%的目标。因为即马25名理事内底已经有5名是女性。对此，森喜朗摕家己捌做日本橄榄球协会会长做例，讲女性成员增加困扰，认为女性的竞争意识真强，只要有人举手发言，就感觉家己嘛爱发表意见，造成大家拢要讲话，互会议的时间变较真长。这块讲法嘛引起日本国内外批评，甚至是有爱伊落台的声音。也毋过森喜朗已经表示无考虑实质。另外，日本政府坚持办奥运，相关的防疫规定嘛伫初时发表，但是就禁止伫比赛期间唱歌甲欢呼，佮要求比赛会场内底除了食饭甲困，其他时间拢爱挂喙暗。Starting with measures 14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also including a test before you leave your country, a test upon the time you enter the country, and what will be the testing regime for each stakeholder group whilst they are in Japan. 其他内容包括洗手方式、甲用餐了后对倒爱消毒，佮禁止官员甲选手伫无经过同意之下利用大众交通工具。一旦是发现无遵守规定的人，都可能取消参赛资格，也是有其他的处罚。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受到疫情影响，这届澳洲网仔球公开赛本地是延期到2月初8。不过，政局发生讲选手所在的饭店有饭店人员去染到武汉肺炎，第数选手、教练甲工作人员大约是600多人，拢爱进行隔离甲检验，其中也包含着咱台湾的选手。墨尔本公园的球场是空无半人。原本初时要举行的热身赛全部拢取消，因为新冠疫情延期到2月初8要比赛的澳洲网球公开赛，搁一届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参加比赛的选手住伫墨尔本的君悦饭店，内底有一个工作人员前一天确诊，所有可能的接触者拢爱搁一届接受隔离，还有检验。Around 520 players and staff who completed their quarantine at the Grand Hyatt. They have all been asked to and instructed to test and isolate today. 这届的比赛，主办单位开几百万的美金，伫比赛进前，也就是顶个月中，先互已经到墨尔本的1200个选手、教练甲工作人员隔离14天。画面当中，公商笑讲伫七七饭店玻璃公道的台湾选手食宿味，因为甲确诊者伫同一个饭店，搁一届伫房间隔离，一直等到检验的结果出来。原本安排要练习的行程，今嘛拢全部取消。对，我们的隔离即将要结束了。前几天才抛出影片的选手兼应人，宣布就要甲因小妹兼后情，做伙出关迎接比赛。这届虽然无住伫君悦饭店，不过为着安全，因就无入去市区。另外，网球头球的选手罗颜芬嘛住伫君悦饭店，伫房间内底等待采检。伊对练习都爱暂停，是感觉真无奈。不过伫这疫情真严重的时阵，伊敢若希望莫去感染着。比赛所在伫维多利亚省。卫生单位的官员表示，这个确诊的人对饭店内底的选手也有工作人员带来的风险，应该是真低。不过，要是爱以检验的结果为主，要若初5的比赛，敢是会当如期来举行，主办单位会看情形才阁宣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外交，又有新的突破咯。外交部宣布讲，要伫南美洲盖亚那设一个台湾办公室，而且这个办公室是官方的，甲代表处办事处意义相同，也欢迎盖亚那来台湾设办公室。美国国务院甲 AIT 拢发出声明讲，表示肯定。自甲非洲国家索马里兰附设代表处了后，外交阁有新的突破。外交部宣布，甲南美洲国家盖亚那合作共和国协商达成共识，决定伫当地设台湾办公室。
双方1月11日签署设处的协议，办公室已经伫15开始初期运作，目前慢慢完成相关的筹备作业。如果盖亚那的政府未来也决定在台湾设立同等地位的办公室，我们会根据所签署的协议的对等互惠的原则，我们也会设立他们会让他们设立办公室。盖亚那伫南美洲的东北部，东边是苏里兰，南边是巴西，西边是委内瑞拉，北边是大西洋，人口差不多是80万。首都乔治城也是加勒比海共同体秘书处所在地，矿产甲石油资源丰富。盖亚那也是大英国协成员国。学者分析，台湾即马伫南美洲的友邦只有巴拉圭，伫盖亚那设办公室，除了增强甲南美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确实是一个可以去想象未来的一个很好的据点，只是因为设一个办公室而不是建交，到底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国人或者是未来敦睦舰队能不能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还必须要再评估考量。中国这几年伫西半球影响力愈来愈强，对美国造成密切威胁。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6月特别访问盖亚那，对台湾伫盖亚那设办公室。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代理助卿将助理表示欢迎。佮指出，这增强双边关系也对促进区域安全、繁荣甲民主价值有帮助。AIT 也表示，所有国家都应该自由甲台湾寻求更加密切的关系，以及良好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但是6月真侪查甫学生毕业了后，拢伫咧等待做兵。不过国防部的身份中心训练量是真有限，会影响到正人时间。内政部近日要修订征兵的规则，本地是用生日去排的，若准有需要的人会当申請量早来入伍。但做兵的人唔但会当申请较早入去做兵，若准有需要的人会当申请较晚入伍，会依照正人意愿去做安排。另外，若准有想要较早做兵的人，会当量早去到区公所，挑要做虾米款兵的口啊。国防部甲美军证实，美军的作战舰今仔日有通过台湾海峡，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头一摆有美国海军的作战舰通过咱的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表示讲，一直拢有伫咧注意，而且今仔日又有中国军机来扰乱咱台湾的西南空域啊。另外，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是去视察国军的时阵，国军也无记台南地区的机场受人攻击的操演，展现着国军的战备能力。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央军机这个月逐工继续扰乱台湾，测试早起进入西南空域，起予台湾的空军公布距离。这个月累计公布距离总共8解，除了中共军机，美国海军甲空军侦察机嘛伫咧这个空域出现。国防部甲美国海军第7舰队嘛证实，美国作战舰测试经过台湾海峡。美军有一艘作战舰今天是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继续往南行驶。他们是执行一般的航行任务。国军运用联合擎天阵的作为，全程都有掌握我们周边海空域的相关的状况。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了后头一届有作战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嘛随公布画册相片。中国外交部嘛公开回应，规个过程有掌握，呼吁美国爱为着地区和平来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唔是颠倒兵。中方将继续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因应台海关系真紧张，陆军第8军团增加5属旅，测试嘛伫咧总统蔡英文到南视察的时阵，进行台南机场发射工作战的操演，展现联合兵种军力会当独立的合作战。CM11 用火战车、CM33 增步战斗车发动攻击，模拟敌军突击台南地区机场的作战计划。564旅可以说是保障高雄地区整体安全的要角，不仅担负大冈山雷达站等重要军事设施的防护的使命，也扛起冈山地区灾害防救的使命。平常的战训准备是相当辛苦的。
蔡英文感谢国军保护台湾，本家采金。5月4日，这届操演模拟战场的真实状况，除了要强化部队整体战力，嘛是宣示，而且展现国军的备战成果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款正清的语音社群 App， 叫做 Clubhouse， 网络顶头有真侪人伫咧使用。不过，即卖也传出讲 Clubhouse 的核心技术可能是对中国的技术商 Agora 来的，恐惊有资讯安全的顾虑。最近有愈来愈侪社交 App 兴起来，其中一款是用语音开讲的社交 App Clubhouse， 使用者会使伫 Clubhouse 内底开开讲间，自由选主题，做伙开讲。不过，即卖有消息指出， Clubhouse 的技术其实是中国技术商 Agora 提供的，袂少人听到开始烦恼资讯安全的问题。这内底是处理声音主要的技术吼，是听讲用一个伫咧中国的公司叫做声网啊，叫 Agora。咱若知影讲，若是你的技术用中国的公司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的资料就存伫咧中国的资料库内底。 现代人大量使用手机啊传送资料，有真侪重要的资料拢伫手机啊内底。民众要安怎保护家己的隐私，是真重要的问题。行动应用资安联盟表示，政府针对 App 其实是无强制要求一定要送检，而且面对中国背景的 App， 民众是无一定的要义。会有一些，不会。我不会，就都会使用。 就觉得好用啊！技术人员拢知影讲，资料库有分两种，一种伫咧中国，一种无伫咧中国。因为你若资料一旦存在中国的资料库，伊就是讲中国政府随时要摕就会使摕。现在科技真方便，但是隐私也是真重要。民众伫咧享受科技利便的时阵，嘛要注意隐私的状况，来保护家己。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 手头有几间厝，才会当算是好家人咧。财政部最近公布去年的房屋税集全国归户统计，若准以个人来算，有厝的人大约是804万人，这其中有4%的人因手头有3间厝以上，大约是32万人。着人伫咧质疑讲，囤厝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 讲到买厝，即马真侪人拢讲家己买袂起。毋过财政部最近公布去年房屋税个人归户的统计表，若照内容分析，全台湾有厝的人计共有804万人，其中个人有4间厝以上的有将近32万人。若比较去年资料，有4间厝以上的人是31万5千人来看，大约是加码1.1%。有人就质疑囤房的情形。 无减颠倒来增加，他们多数不大会用个人的方式来去做持有，再加上就是你可以开公司，也可以节税，所以多数会采取所谓的法人持有的方式来去规避掉可能自然人持有所产生的风险。不动产专家表示，照因观察，个人若有几啊间厝，除了短时间继承，嘛有可能是伫贷款利率较低时加买的，也是进前有卖厝雄雄来交厝，袂当讲安尼就是囤房。另外，财政部即摆嘛特别公布去年家户归户的统计表，招运团体就认为用家户来算，较通好反映现况，才能够真正描绘我们的家庭的房屋的持有有没有集中的现象。既然可以做去年的话，他要不要统计历年？可能例如说从2010年开始，家户归户的统计是按一户内翁仔某甲还未成年的子女来计算。招运团体认为，财政部乃当甲过去几档的家户归户图表拢统计出来，可能较会使互大家来了解，即站台湾敢有囤房的情形。财政部是表示，未来个人甲家户两种的统计表拢会来公开。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台中天外天局长捌互文化部鉴定做鉴定古迹，不过所有权人向行政院提出诉愿了后，行政院撤销鉴定古迹的身份，所有权人也开始进行拆除作业。不过台中市都发局发现讲，拆除工程无经过核准，目前除了甲因罚钱，也要求因爱停工补办。当机构暂时停工，现场的讲题拢流出来，还有阿蒙图用要流落去。这不是风华一时的天外天局长。去年4月虽然被列为鉴定古迹，不过地主向行政提起诉愿成功，所有权人开始拆。原本的预定建筑甲外壁已经被拆掉，不过因为拆除工程无申请，台中市都发局已经要求所有权人爱停工，并且以违反建筑法开罚。
建筑物的拆除许可的时候，并没有附完整的建筑物所有权人的资料。那我们为了要让所有当事人都知悉，所以我们要付知所有的当事人。台中市都法局表示，虽然天外天属于私人财产，不过也是爱所有权人全部同意才用补办接招做拆除。不过拆除的包商提出104年度法局公文，指出经过初步鉴定，建物已经是危险等级，也符合建筑法马上拆除的规范。业主在110年的时候去做了这个2月的时候去做了土木技师这个结构鉴定，那确认的结果也是，就是它是危险建物。包商表示，过程合法目前也在报件申请当中，不过对天外天无被文字法保护被拆掉，文书学者感觉真可惜。文化部既然出面要去暂定古迹的，可是文化部又把这个审议又推回到地方，所以推回到地方，然后台中市政府、地方政府说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对，他说不干他的事了。学者表示，文字法对所有文化资产配套无够，加上法律对人民所有财产的保护，造成文字保存真歹落实。天外天也未是最后一个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高龄人口比率是全国排第1的，而且愈有岁时大，愈会因为心脏跳动无规律，出来造成血管塌掉的连带变做是脑中风。伫嘉义就专家结合 AI 科技，要来检查防治，替县内的时大检查心脏的健康，减少中风意外。双手搭上设备，只要30秒就会当来检查心脏的健康，互民众会当知影家己心脏血管的情况，嘛方便医生来治疗甲预防。心房颤动的病人，他产生中风的比例，根据流行病学研究起来，大概是没有心房颤动的一般人的5到6倍以上。所以你如果早期把这个心房颤动的病人把它筛选出来，然后给他这一种适当的抗凝血剂的治疗，那这些病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远离产生中风。嘉义县政府表示，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资料，全国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有51.6%，但是嘉义县却有76%，所以才透过台中营总出来全国心脏医学专家，替县民甲时大检查心脏。民众足简单的，你看30秒就会当来检查出讲是毋是有这个问题，甚至咱家医学中心这医生来结合，就是讲，是伊安尼做检查的时阵，会当有判断。早期来互人了解的时阵，你得注意到，讲我可能心脏有这部分的问题，爱去看医生。台中营总表示，心脏疾病有时阵当发生都已经袂复救啊。透过检查会当来提早预防。目前这个检查计划只有伫基隆、宜兰甲嘉义咧设，未来这个资料嘛有可能提供予各建署来参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对1987年开始进行换心的手术，到今已经有34年啊。头一个互换心的病人也已经活超过30年，也加做全亚洲活上介久的换心病人。今年53岁李秀英，30年前因为严重心肌病变到伊的时阵，已经呈现休克的状态。后来医师通知伊的爸爸需要换心，虽梦真惊吓，也是选择相信医师。落尾换心手术顺利，却因为长期食抗白体的药物，伫咧这30年期间连续治疗2种癌症，毋过拢成功克服，成做全亚洲活上久的换心人。既然你都已经到医院了，那其实就是相信医生，然后让医生去决定，我应该做什么治疗。台湾自从1987年开始进行心脏移植的手术，到今已经第34年，而且到2018年年底，全台湾总计有1073例心脏移植，其中进行病医的心脏移植小组，自从1988年7月份实施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到2021年1月底，已经完成537例，年岁从2岁外到75岁拢有。根据器官关节移植诊疗中心的统计，民国110年单台器官移植的病人数量有134人，其中单台心脏移植的人数也是有215人。我们一年的心脏大概100个左右啊，只有100个左右。那么真正在等的，其实可能应该有5倍、10倍之多了。那么也是要看他们的运气啊，所以平均等多久很难讲。那有的患者等1天就等到了。医生表示，目前国内换心者的5年存活率超是70%，10年的存活率超是50%，20年的存活率是35%。虽然国内器官移植手术的存活率甲欧美差不多，不过国内器官捐赠的风气却无像欧美安尼。
记者综合报道。过无偌久就要过年咯，真侪人拢会准备一寡花放伫厝内，增加过年气氛。这个花要安怎照顾呢？咱也赶紧来听专家的建议。再过一礼拜就要过年啊！真侪人过年时阵会穿一寡盆栽，放伫厝内加添喜气。除了较侪人知的兰花，佫有啥物款的花较适合？老师提醒，因为过年放假时间较长，建议买一寡较袂接近咱的花材。我希望过年的时候呢，家里就有热闹的气氛，然后呢，希望我家里呢有喜气洋洋的感觉。选一些银柳，那就感觉好像银两很多啊，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荆棘呀，感觉好像也是那个很吉利。建议大家放一下比较耐久的，比如说像这个兰花的盆栽。兰花我们通常摆的话，可以摆到1个月到2个月。是切花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挑选一些有年节的感觉的菊花，因为菊花在我们台湾来讲算是产量比较多，而且菊花是非常耐放的一种花卉。除了安怎拣花材，老师嘛针对要安怎照顾兰花，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压伤济水，1个月敢若需要压1遍至2遍都有够。你可能1个月1次到2次浇水就可以了。你反而多水的话，那你的盆子如果又是封闭的，没有洞，它的水排不出去。植物反而容易烂根。新日市花艺设计学会，也特别伫过年前透过37位老师设计真侪适合过节放伫厝内底的艺术品，希望大家透过欣赏美丽作品，减轻疫情的压力。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台语音乐的水，即摆也受到国际肯定啊！台湾头一位用白色恐怖历史做 rap 的歌手张瑞全，虽讲已经有10几年拢无创作，拢伫咧假册。伊伫去年底也摕到美国独立音乐最佳 rap 专辑奖的头奖。虽然讲美国的评审听无台语，不过也肯定咱歌手创作音乐的态度甲心血。咱也做伙赶紧来听 rap。山内解严38年白色恐怖，管你外省本色客家好佬也是原住民。当看你袂爽，你就马上无去。任何老母2个查某囝全部刣死。对白色恐怖、林奇雄黑暗唱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互政府束缚，就连母语节目也互政府禁起来。台语 rapper 张瑞全，这对合作囡仔的歌，也唱出一对逝世的愿望。换另外一种风格，张瑞全同款以台语做基础，佮用英语 rap， 就让世界各国知影台语就是 my language 我的语言。And this year's winner for rap album, Exodus, Retrospective and Perspective, Chang Wei Shuang from Taiwan. 讲伊的语言，不是伊的努力，讲伊的语言，因为我已经准备用武术强命，夺甲我的命，改变伊的音乐文化、信仰甲文明。要去挑战迄个讲台语足爽的这个想法，我不爱写北京话，要写嘛写来写英语的，互外国人来知影讲咱台湾人嘛会使做足赞的音乐安尼。张瑞全伫咧读大学的时，就组乐团，要借重金属音乐的力头，展现台语音乐的水。伊读袂少后市民时代的册，用10年创作15条歌，收做这对合作 Exodus 出走的专辑。伫咧去年年底摕到美国独立音乐奖 JPF 上好 rap 专辑奖。You can't fake sincerity, and sincerity is important in music. You could tell that what he was speaking was his truth. And like I said, he had enough English lyrics in there that we could tell he was a freedom fighter, and that appeals to Americans especially. 唱台语，因可能嘛无一定听有你的想法，你上真的迄部分，特别是艺术的部分，人一定会知影你想要讲啥。OK， 小心哦。来，cool。OK， 还可以吼。其实张瑞全是一个发行了后的第11档加吊顶，这中有尾20年，拢伫咧大学教英语，早就脱离音乐界。伊讲心内难免有寡感慨，不过伊无遗憾。我的学生就是我的音乐啊，未来真正有机会来出写歌啊是啥物的吼，因可能会变做我的这个乐手，甲伊合作。
电那唱大只鸡问题，张瑞全费心神作为专辑，虽然有较晚红注目，不过伊讲伊会继续用正义和保护弱势的心情，用心创作，让音乐无国界，也要参加的音乐经济，斗阵替台语音乐发声。记者阿敏金陈玉水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对12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3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个时间再会。